다들인데 아주 그 딱가서다 아 그 근처에서 말하다지 那么这一次，그 근처에 现在是我们冬季的辩经法会。 소쇼나게기 얘네 셔하게 긴누가 남아서 那么还有所有与会的这些诸古堪布，还有山知识们，还有所有的僧众们，首先要跟各位说一声扎西德勒。 다드네 다리 안 rim네 기켐베 안 군제 소마도 빌므레 那么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이내야다 군제 처리 冬季的辩经法会没有办法如期的举行，但是负责一般来说呢，冈波巴四法，它不仅是在噶举派当中，更是在各大教派都公认跟重视的。萨迦、格鲁、噶举、宁玛的很多的这些典籍当中呢，都有提到这样子的冈波巴四法。而在冈波巴大师的教言集，就现在还存有的他的教言集当中呢，那么也有很多处都有这个像是四法的这个4个根本的主要祭文，还有很多广的或简略的一些解释，像是片知贝玛高波大师等人呢，就认为说，像其中一篇三世夫圣道宝曼的这样一个祭文，那么它就是可以说四法的一个根本颂。那么会认为说，这样子一个三世夫圣道宝曼，就是教言集当中这么一篇，就是四法的根本颂。而在这个圣道宝曼这样的三世夫圣道宝曼的主要文句当中呢，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四法内容呢，详解之要义，应当以渐修行来实践。”有这样的2句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只是文句当中有这样子提到，有4个法，但是并没有很清楚的说出来4法是哪4个。就在那篇文章当中并没有很清楚的讲说4法是哪4个。另外呢，在冈波巴大师教言集当中，也有一篇是有标注这个4法总摄等等的，和没有标注的，但是开头是有南无咕噜法趣法等等的。所以在教言集当中，所以可以说很清楚的，在教言集当中有提到这样4法是哪4个的，大概就是只有这2篇而已。那么我们这一次主要要讲说和各位要听闻的呢，就是其中就是有标注的其中的这样的一篇同样这一篇呢，也收录在长贡康楚仁波切的口诀藏当中。那么以上谈到的就是在冈波巴大师教言集当中有谈到的一些4法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位叫做拱崔这样一位大师，他也对于刚刚那样一个三世夫圣道宝曼这样子的几个偈言有过注解。还有呢，冈波巴大师他的
亲传弟子叫做罗拉亚巴，他也写了一个司法的根本颂、摄译，还有一些注解。他对于司法可以说他的根本颂也好，摄译也好，注解也好呢，有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注解。所以这一位冈波巴大师的亲传弟子呢，他是很重要弘扬司法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人物。另外还有帕姆主巴呢，也有对于司法的一个注解。所以有冈波巴大师的几位弟子呢，有写了这样的一些注解。那我觉得这里有一点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要留意的就是在冈波巴大师他的教言集当中，还有他的亲传弟子的就是他的亲传弟子的这些注解当中呢，都有提到司法。而在那些经典当中的司法的用词和之后，也就是我们现在习惯说司法，在用词上呢是稍微有些不同的。例如，我们现在也就是之后，我们现在会说司法，其中第一个是什么呢？是说心去入法，或者叫心去法。但是呢，在古本中，也就是冈波巴大师教言集当中呢，确实谈到是法去入法，并没有提到心去入法。那么针对这一点，为什么用词上会有不同呢？在伽玛堪布仁钦达吉的这样一个司法的注释中，有这么一段解释哦。他的认为是会有这样用词的不同，是在伽玛巴德辛谢巴的时候呢，做的一个改变。所以现在我们虽然都找不到是冈波巴德辛谢巴完全的这样的教言了，但是呢，德辛谢巴的一个亲传弟子，也就是大成就者叫马斯多颠，他在大手印的一个注解中呢，也有提到司法，当时的用词就是心去入法，所以从这个注解当中，他又是德辛谢巴的弟子，所以你可以看到，或许伽玛堪这位伽玛堪布他的说法呢，可以说是真实的。那我想细节部分可能之后再跟各位说了。那么针对这一点，今天就不多讲。总而言之呢，这个冈波巴司法，或者有时候也称为叫做要义四丁哦。总之呢，这样的司法当中，它都完整的包含了噶当派三世夫这样道次第的要义要点，或者说冈波巴司法，它就含摄了噶当派还有大手印双融修持的所有的关键。所以可以说，无论是大乘、小乘，包含显密，一切的这些精要的摄要成，就是这4个要点司法。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达波噶举派的弟子呢，就必须要知道这样的冈波巴司法哦。如果我们说不知道什么是司法，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呢，我想借这次的机会，就讲解这样的冈波巴司法，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还没有开始进入正文内容之前，我想说一下的是，像所谓噶举派哦，我们有时候会说我是噶举派，或者说达波噶举派，我们会这么说。但到底什么叫噶举？噶举派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要你解释，你可能都说不清楚。比如说问你为什么你是噶举派的呢？你最多可能的回答就是因为我父母对噶举派有信心吧。
所以我是噶举派的。或者是因为像各位僧众，你可能是说，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在噶举的寺院出家吧，所以就会觉得说自己是噶举派的。所以呢，今天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讨论跟思考的是，就是到底噶举派它的意思是什么？那么一般来说呢，噶举这2个字，从比较广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首先噶举第一个字是噶，噶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指经跟论当中的经。这什么叫做经呢？也就是说佛经，或者说佛陀的教言啊，这就是经的意思，就是噶的意思。那么噶举的举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是指这样子代代相传、持有传承这个教法的意思。所以呢，噶举2个字合起来说，就是指说传承、代代延续佛经的3藏和4部续典等等教法的人。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噶举的话，其实每一位在传承着、在修持弘扬佛教的人呢，都可以说是噶举的行者，都可以说是噶举派的。也因此，所以你会看到在藏地呢，像是噶当派也会被称为叫卓窝噶举，还有在之后就是像是格鲁的叫做恩萨尔传等等的，称为叫甘丹噶举，还有传承自波多边签丘雷纳姆教的，它也被称为叫波东或者叫婆东噶举。所以很多这些教派都会加上了噶举这样的一个用词哦。但是呢，现在我们大家会说的噶举，大家大概都已经认为这是藏传佛教当中的一个派别哦，所以都会这样去理解它。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萨迦尼玛和格鲁的3位僧众，如果你问他们说各自你是哪个教派的，他们的回答应该都是我是噶举，我是萨迦，或者我是尼玛，或者我是格鲁的，都会说各自的派别。通常不会回答说自己是噶举派的。但是虽然他们不会说自己是噶举派的，但并不代表说他们否定自己是，就是噶举的意思就是佛经3藏的传承者，并不是他们否定这一点，而只是在说自己不是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总而言之，现在只是对于噶举当初的就是立名方式还有理解认知有些不同了。但实际上，或者说从噶举本身的意义上来讲，它是没有变过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佛经3藏的传承者、行持者。总而言之呢，以现在这个普遍的认知来解释噶举派的话呢，它指的是什么呢？首先呢，是印度有一位大成就者叫帝洛巴，他自己就具备了4种经教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接着呢，印度的另一位大班智他跟随了这位那罗巴大师，一直他学习。他再把这样的这种4种经教的传承呢，再传给了西藏的这位上师，就是大依什马尔巴。
然后他再把这样的教法带回了西藏，翻译成藏文，然后透过讲说、听闻和实修，就确立了这样的教法的传扬。之后又传给了弥勒日巴尊者等人。所以至今呢，这4种可以说这样的教法可以说传承是从未间断的。这就是噶举派。那这里有谈到叫做4种经教的传承，或者四法的4种经教的传承，到底是哪4个？有不同的一些说法。但我想今天也就先不多说。但总之呢，这4种经教传承都是传承自金刚总持。所以总之呢，噶举的噶，它就是这个佛陀的教言。或者说狭义来说，它就是金刚总持的这样子的教言。我觉得这样来解释，跟之前谈到它是佛陀的一切的这些教言，我想也是不相违背的。另外呢，在竹巴噶举教派当中，他们噶举的这个噶的，就是藏文上拼写法有些不同。它的前加字是他那跟我们一般的拼法前加字是爬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总而言之，在噶举派，无论在噶举派或者其他教派比较普遍的拼法，还是前加字是爬的这样子的一个拼法。所以因此总结我们知道这个噶举派主要开始发源自印度。那么当时是有印度的大成就者帝洛巴、那洛巴、梅吉巴大师这些大成就者。之后又传承给大义师马尔巴，他成为了那洛巴的弟子。然后将噶举的传承呢，就引请到了藏地。然后这个传承呢，就在印度藏地开始发扬。马尔巴有许多的弟子，其中最主要一位就是弥勒日巴尊者。那么弥勒日巴尊者，他的弟子有许多，像惹琼巴等等。但在这许多弟子当中，可以说如太阳一般的最主要的就是冈波巴大师。所以总之马尔巴、密勒日巴还有达布仁杰，就是冈波巴大师呢，他们被称为是噶举的3祖师。就像是这样子的祖，就像他们说是我们这个传承的这个祖师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最主要的这个源头。在可以说从藏地来讲那就是马尔巴、密勒日巴跟冈波巴大师。那么其中呢，冈波巴大师他是更特别的，因为他不仅是噶举3祖师他更是创立了这个达波噶举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所以呢，我们现在会说是达波噶举。所以也就是因为冈波巴大师他弘扬了这样子的噶举的教法，所以这个达波噶举现在能够延续下来，可以说都是他的恩德。那冈波巴大师呢，他有许多不同的名讳。
但最广为人知的，或者说最出名的有两个，一个就叫做达波仁波切，一个叫冈波巴大师，这两个。那么达波呢，它是一个地名，冈波是什么呢？是一个山名。所以可以说，他的名讳，这位上师的名讳呢，就是来自于这样的地名加上了山名。所以他的弟子就被称为是达波噶举的这些弟子。那么我们也会问，那像达波仁波切，他还没有出现之前，也有噶举派嘛？像是马尔巴、密勒日巴、马尔巴噶举、密勒噶举等等。但为什么我们现在称的噶举派主要称为达波噶举，却没有称我们是马尔巴噶举或者是密勒噶举呢？一般来说，达波噶举的根本的确是传承自马尔巴、密勒日巴等等。但是呢，冈波巴大师他在这样马尔巴、密勒日巴的教言的基础之上，而且加上了当时冈波巴大师那个时代，藏地最广为弘扬的教法是什么？就是噶当派。所以呢，他也很深入的学习了噶当派的三世父的道次第等等的教言。所以他就把大手印的解脱道，还有从这个噶当派学到的三世父道次第的教言呢，合在一起，然后非常的有次第性的来教导弟子，以此来弘扬、守护这个教法。所以让这个噶举派变得更加的弘扬、广为人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雪域藏地来说，就是达波噶举是最广为人知、最出名的。所以可以说，达波噶举已经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噶举这样子的一个用词了。所以只要我们一说噶举派，大家想到的都会是达波噶举。所以过去呢，密勒日巴大师也对这个冈波巴大师说过，说以后呢会就称为叫达波噶举。同样，密勒日巴大师也曾经说过，就是他自己是一个瑜伽士，但是之后呢，会有非常多的这些出家众，然后所以总而言之呢，马尔巴、密勒日巴跟冈波巴大师这三位祖师呢，他们的佛行事业尤其对于主要弘扬这个噶举教法者，可以说是冈波巴大师哦。那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呢？当然，这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有些是我们能知道的，有些是我们知道的。
那相信我们无法知道的，这是一定是他过去的有这样子广大的愿心等等。那以我们这种凡夫心是不知道的，但是有我们凡夫能够了知到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呢，马尔巴大师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就是一位就是牧民一样的。当密勒日巴去洛扎去找马尔巴大师的时候，他也问当地的居民说，有没有这位马尔巴大师在哪里呢？居民都说没听过这样什么叫马尔巴大师的人，只有这样的一位叫阿乌鲁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总之呢，马尔巴大师看起来就是很普通一位这样一个牧民老先生。同样，像弟子去见马尔巴大医师的时候，像密勒日巴去见马尔巴的时候，那他最主要给予的就是密乘的这些的教法哦。他并没有说这个成立什么样的寺院僧团，然后是广收徒众，你没有看到说有这样的记载，并没有的。所以马尔巴大师不是这样的。那么他有建立这样的一个要密勒日巴建一个9层塔，最后也只是成为一些人就他的一个住所，他并没有说这就是主要的住席地，或者说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并没有，所以只是他住的一个地方而已。那么再说密勒日巴大师呢，他更是以一种像是隐士一般的遁世的这样一种形象。他42年中有这样说法哦，他就四处游方去闭关，他都在这些近处，然后没有一定的地方，然后各处去闭关游方，然后随缘的这样去度化众生。他也没有这样长期的住在一个地方，然后去广收徒众，他也没有这样的记载。事实上呢，密勒日巴尊者他似乎对于建立寺院、广收徒众，他似乎也不是那么喜欢做这些事。所以你会看到密勒日巴尊者只要离开了一个地方之后，只会说曾经这是他住过的地方，但剩下都是一个空的山洞，空的一个山林处一个地方而已哦，其实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当然，后世有一些在那些圣地密勒日巴闭关的圣地建立一些寺院等等，但这都是后期的。但是你看密勒日巴尊者他自己那个时候，他并没有说就长期住在一处建立一个寺院住席地，并没有。但接着看到冈波巴大师，他和马尔巴跟密勒日巴他们两位就不同了。马尔巴跟密勒日巴他们都是一位在家人，而冈波巴大师呢，他是一位出家众，是一位比丘。他20多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僧团，而且呢，他当时是在这个很以强调严持戒律的，这样在乌鲁地区一个叫彭波这个地方的噶当派的寺院当中哦，所以他是在乌鲁的地区靠近彭波这个地方的噶当派的寺院。
他就住在这样的寺院当中，然后听闻跟学习了非常多噶当派的教法。之后呢，冈波巴大师呢，他跟随了密勒日巴尊者，记载中说他住了13个月。他医治了密勒日巴尊者之后，记载中说他还又去医治了很多其他位噶当派的上师。在当时佛法学习的情况是呢，比如说会很强调只学习密法或者只学习显称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冈波巴大师特别的是呢，他提倡的是显密都双融的一个修持，或者说换句话说呢，就是他将自己过去学习过噶当派的修持，再加上了跟随密勒日巴学到的方便解脱的这些解脱法的口诀，他没有舍弃任何一边，而是双融的这样做修持。所以之后呢，他也遵照密勒日巴尊者的授记，他前往达拉冈波这样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就建立了寺院、闭关中心等等，然后就长久的住在这样的达拉冈波这个地方。逐渐的呢，就有来自卫藏、后藏和康区的很多的弟子。那当他在摄受跟教导这些弟子的时候，他教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基础上、共同上呢，会先教学噶当派三世夫的这个道次第。他首先教的基础是这些，比如说观修无常，或者说观修这个轮回过患等等。当这个弟子他的心绪准备好，都成熟清净之后，他才会传授这样的大手印哦。所以可以说，他的教授方式就被称为叫做噶当还有大印这两条河流汇流的这样一个传承。在冈波巴大师的教言集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他说：“现在呢，我稍微能够帮助到一些人，都是因为噶当派的教法利益到他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说那罗巴的口诀，但如果不结合噶当派的教法来讲说的话，利益却是不大的。这段话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现在能帮助到别人，就是因为噶当派的教法利益到了。那洛巴的很多口诀呢，说得很广，很多人在说。但如果没有以噶当派的这些道次第为基础的话，修持这些那洛巴的口诀带来的利益却是不大的。还有冈波巴大师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过去马尔巴和密勒日巴大师后主要修持的大手印是结合了密咒称的方便道的这样的一个大手印。但是冈波巴大师开始呢，是符合显称波罗蜜的这样一个见解，成为具身契合这样的一个大手印，它不用灌顶，而是直接对于这些初学的像年轻的僧众呢，直接的这样的方式指引他们的心性。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也被称为叫显称大手印，或者说解脱道大手印。
所以在当时呢，有些这些叫法相师，就是讲这些注重学经啊、辩论的格西就说，这个冈波巴大师啊，他耽误了很多这些学习经书的人，很多这些法相师就这样指责他。那冈波巴大师他就说什么？他说他们是对我有很多这样的指责，说我总是教这些僧众禅修，没有要他们多读经书。但我只是希望说，这些呢年轻的学生能够这样子实修，未来能够利益众生。那么还有一次呢，还有一位琼仓巴大师，他是惹琼耳传的这样的一个教主，他是惹琼巴大师最主要的弟子。他其实本身也是一位噶当派的格西，后来才成为惹琼巴最主要的弟子。他后来也有依止冈波巴大师有这样一位琼仓巴。总之，琼仓巴大师他自己就是一位学习经论经教的法相师，这样一位格西。所以他自己刚开始也觉得，冈波巴大师总是让这年轻的学生好像不注重这些文思的学习，而总是教他们禅修，总是教他们就是要禅修打坐。所以这位琼仓巴大师就认为说，如果只是这样教的话，这些年轻学生会有智慧吗？会有功德产生吗？所以他有一些这样的怀疑。所以他那一天白天呢，他有这样的梦，就有这样的觉得怀疑。晚上他就做了个梦，一个很特别的梦，他就梦到呢，在这个达拉冈波这整个山里呢，就是这个山里到处都是山洞，他梦中梦到然后呢，每个山洞当中都有一个珍宝的佛塔，而其中这些佛塔大部分都是已经塑造好的，而且都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精致，而且都放着光明的，充满了放光芒，充满虚空的这样一些佛塔。但有一些佛塔，洞中的佛塔只做好一半，还有一些才刚刚开始塑造，有一点点佛塔的样子而已。总之呢，就梦中接着还有很多人在拜这些佛塔，而且他们说什么呢？会同时拜的时候还说，这些佛塔都是人天赞叹礼拜的对境。所以这些好多人一边在拜，一边在这样的赞叹。他晚上做了这样梦，隔天一早呢，这位琼仓巴大师呢，他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特别的梦，我应该要去问一问冈波巴大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因为他白天才有疑问，晚上就做了这样的梦。他就想说，哇，晚上是做了这么好一个特别贤善的梦，结果他就去见冈波巴大师，首先见了大师之后就先礼拜。当他正要说出自己的梦的时候，结果没想到冈波巴大师反而就先说了，他就说，冈波巴大师就说，你们这些学经的这些人呢，对我是有些生气的，尤其你呢，就是琼仓巴你呢，更是瞧不起我，好像怀疑我，说我这个对于年轻僧人的教学方式你有怀疑，就觉得我为什么都只教他们禅修、指引心性，
但是你看看你做的梦哦，那个就真实情况是那个样子的。就像你梦中梦到的一样，我现在在对这些年轻僧众的教学跟培养啊，教学他们禅修，未来他们每一个都是会大放光明的，像那个佛塔是一样的。所以，在我身边跟随我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满愿的，都能够如意的。很多人说诋毁我说我是在毁坏佛教，但到底是谁在住持佛教？谁真正在利益弘扬佛教？谁是真正在利益众生？未来哦，这个你就会清楚看到了。所以这就是冈波巴大师就对琼藏巴大师讲说。所以你可以看到冈波巴大师他弘扬，他是在这样子给予教学啊，弘扬这个显称大手印。同时他在这样子带了引导了非常多的学生，甚至对于那些牧羊人，甚至是不识字的，当然更没有学习过这些经论的这些牧民，都教导他们显称大手印，帮助他们了悟，甚至对于一些老妇人、老太太，也帮助他们教导禅修，而让他们了悟心性。所以你看，这就是冈波巴大师他过去的这个大愿吧，也是他的一种慈心悲愿的一个加持哦。所以他的这种指引心性的方式是很特殊的。所以无分他的弟子是老是幼，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他的指引之下都能够了悟心性。同样还有一点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就是冈波巴大师呢，他曾经是在佛陀跟前的月光童子，请求佛陀讲解《月灯三昧经》，然后发愿说未来要弘扬这样的三摩地，这样的禅定法门。所以在冈波巴大师的教言当中呢，就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他跟他众多的这些星子哦齐聚一堂的时候，他就说：“我曾经呢在佛陀的跟前化身为月光童子，当时呢我就请求佛陀讲说《月灯三昧经》。”同时呢，我也发愿未来要弘扬这部经典，弘扬三摩地、三昧。所以呢，他就对这些弟子说，就像当时我的发愿，也像佛陀的受记，那么我会一步步带领你们了悟心性，悟入三昧的。那这就是我对佛教所做的一件大事。同样，在有一位叫蔡巴大师祥蔡巴大师的教言当中也有提到，密咒称呢是以加持为主的一个道法，尤其至尊那罗巴的传承就是加持的传承。但是很多那罗巴大师的弟子呢，他们对于这个了悟的本质这样的实意呢，这样的实相呢，他们的心却没有一个对于这样的所谓的本质实相或平常心，他们有一个真正的定准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然后呢总是在变换各种不同的口诀的修持，然后总是期待着各种觉受的升起哦。那这样是不可能真的了悟的。
而且这样的修持只是一个间接的因哦，它不是直接的。所以真正的这种加持的本质是由内自显，只是直接指引现证的真实传承。所以接着猜巴大师就说了，他说这个上师仁波切就是冈波巴大师，他呢是已经完全证的本质由内自显了。所以在现在五浊恶世的时候，他一定是佛的化身。或者某位这个菩萨的化身的，所以总之你看说显证大手印，尤其我们常提到大手印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由冈波巴大师他所这样子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显证大手印。所以可以说，主要弘扬大手印或者弘扬显证大手印的这个人就是冈波巴大师，而且他传承弘扬的方式是这么的独特。但如果问说冈波巴大师他没有修持密乘吗？他当然是有的。在冈波巴大师教言当中，也有谈到很多密乘当中的深远次第，还有对于具备根器的弟子，这些具备密咒乘根器的弟子，他也会依据密勒日巴的这种传规或者传承而给予密咒大手印的教学，所以他也是有的。所以过去也有这个冈波巴大师记载，他传承了这样一个星期无二的教学等等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不需要怀疑说他是不是有弘扬密乘大手印，还是有的。不仅是有这样子给予教学，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密咒大手印的成就者。所以他最主要跟随密勒日巴的时候，他有他一直13年之后嘛。其中呢，整整1年12个月，他修的就是着火，所以就是所谓的密咒大手印的这个着火的一些修持。所以总之，冈波巴大师他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结合了显密双融的，而且他能够在依据弟子的不同的根器，很有次第的给予他们不同的这个教学，比如说给予三世夫的道次第的冈当派的教学。总之呢，对于大众是有广大利益的这些修持次第。而他的弟子当中呢，大多数是出家众，而且在达拉冈波这个地方，大家结合在一起严谨的持守戒律，然后弘扬佛教，所以他是很特殊的一位大师。所以总之呢，今天主要提到的是，我们会说自己是噶举派，但今天你应该会有一个了解噶举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就简略的跟大家讲解了一下。不然如果不了解什么是噶举，但又很执着自己是噶举派，却不懂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这样跟别人的话只会起争执，只是名称上表象上的一种争执。其实你真正的对于噶举的实修方法是什么，它的次第，它的内容是什么，你都讲不出来的话，这样是不行的。所以首先刚刚就总结讲了这个噶举的意思。那我想明天想要简单的讲一下冈波巴大师他的传记，或者说他的生平历史故事，比如说他什么时候诞生的，然后什么时候圆寂的，还有他是怎么学法，跟随了什么大师等等。所以大概就是这样。